各地天氣真正有夠燒熱，台東有機會透燒風，甲明仔載日時台南高溫可能會衝到38度咯，中華屏東嘛會熱到36度，咱觀眾朋友就要注意避免掉沙。也後禮拜五會有黃色雨的鋒面來接近，不過專家是分析講哦，這回這個雨啊，應該袂落上久。日頭赤炎炎，感受真熱。大台北地區佇早起10點外，高溫就超過35度。全台上高溫出現佇台南玉井下到超過38度。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也佇過頭了後，測到37.4度的高溫。氣象署發布高溫資訊，提醒各地天氣燒熱，台東縣有燒風發生的幾率，台南、屏東攏有38度高溫以上發生的幾率。未來一禮拜天氣像熱天，在星期4之前都是相當的高溫而炎熱，特別是在下禮拜2、禮拜3這2天呢，溫度是最高的。各地繼續高溫燒熱，尤其南部內陸，加大台北花東暢國，高溫37度以上，一直到29方面挖緊，天氣才會開始無穩定。到時中部以北甲東北部地區會轉為局部短暫陣雨，還是雷雨的天氣形態。其他地區也有零散短暫陣雨，還是雷雨。專家指出，這波黃色鋒面移動速度緊，刷落6月初3，還有一波黃色鋒面。目前看起來，這2波鋒面的影響，其實它的滯留性相對是比較差啦，就是屬於那種比較移動快的這個鋒面。專家也提醒，後禮拜起，菲律賓東方外海附近熱帶系統有發展做風態趨勢，有測路線會往琉球將高度方向刷動，保證對台灣無直接影響。記者綜合報道。